今日要維修呢一部係 YIUKEE， 講呢部機個問題就係漏雪種。講查咗好耐，另外嘅話呢，佢呢啲線都已經霉晒，你睇下一咬就斷，一咬就開，要重新接駁過去。但係呢部機仲係用緊 R12嘅雪種，咁證明呢部機係已經有一定嘅年份。同時睇到啲膠邊都已經冚晒入去，所以呢部機冇10年都有8年。講我哋揾咗成個幾鐘之後，發覺呢個位置斷咗，全部拆晒之後，發覺呢個位置斷咗。我睇下呢個位置已經氧化咗，呢度已經氧化咗，呢個斷咗出嚟，有一點點麻煩，好得好勁，因為呢個位置太窄，呢個位置太窄，想燒佢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。同埋呢啲管已經變得好硬，但係部機應該仲可以用嘅，只係啲線太霉啦，啲線太霉，時間太長，基本上已經係霉晒。咁我哋轉頭將呢啲線重新包佢，之後切咗呢一段，再幫佢重新整個處理過，維修雪櫃，維修商用雪櫃，再問電器維修。